来乡亲啊，这个风台刷动的速度真慢，影响台湾的时间又长，卖场的调度将做重要的考验。家乐福讲会严格来调度每一届补货数量，专连是针对着花莲甲台东增加货量。 今日家人这间全联牛奶经差不多拢互卖了去啊，连肉类嘛拢剩无偌济，店员赶紧补货。全联顶礼拜五启动丰泰机制，另外特别针对花莲台东地区加大货量，并且为屯观音改由高雄公山厂配送行南回铁路。 镜头来看，台北的家乐福，无论是青菜、水果，是泡面，同款一直补货。早伫一两礼拜前，伊就开始关心最近的天气的变化，提早加合作农友进货，事先包装冷藏，因应三道日风台速度较慢，影响时间较长。家乐福即摆严格控制逐摆补货量加人力的调度。 我们也是担心说会有所谓的这种销售上面的一个断层。那当然我们还是会持续去控制我们本身现在出货的货量，那尽可能是满足到之后，好比说台风现在有可能会延长的状况，还可以保持在每天都有货上架的状况。 某网友近日一天去美食卖场，发现讲内底真大间冷藏室，3层的货架、青菜、水果拢互卖了去啊。不过业者讲，全台湾的卖场货品补货情形拢正常。那美联社因应即摆风台刷叮当的速度，物流中心嘛已经做好准备啊。 然后其中的南部地区，首波先针对高雄、屏东及台南地区做这个干货备货量提升2到3成左右。北部地区的话，也会因应风雨的状况来提升相对应的备货量。 各大通路业者因应强烈风台要来，唔敢马虎，都要确保民众所需要物资拢会当供应无问题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